长春发力，运通台中，上马上帅，我是米农阿敏。哇，大家看，又过奖冇？今日今日来到苗栗嘅头份，也要行去永和山水库，也最近吼行去天永路巷最有名嘅打卡景点啦。看下个长长嘅湖水，安江嘅山头，过来按岩豆嘅面，迄个过江嘅画面啊，也要离新竹市过近啦。所以嘛，有人讲啊，也要行去新竹市嘅后花园。迄有中意运动嘅朋友吼，做得来也要行行啊嚟啊，看下条过江嘅景色，啊嚟再看一下风景。看下有人睇调色成嘅冇，冇本人溜到。下趟蔡天人小姐讲啊，也袂有间韩国料理店，佢神奇哦。通讲调价行迄韩国人，啊调价用迄客家人，所以原谅上吼就可以一间韩国料理店。迄韩国米也係客家米咯，嚟落去試看下先。哦，嚟一下鐵肚雞，點咪鐵肚誒，嚟試看下先。大家行迄泡菜、牛肉、豆腐，可以嚟個辣嘅，試看下只泡菜。哦，哟，韩国的米食哦，哦，是吧来咯，可能也可以行迄个道地的韩国料理。嗰个硬店咪一个，它叫做拳头饭团。不过虽然一碗饭，当中有料，按你迄饭团啊，爱唱跳咖会搞完用的时候诶。蔡张宁，I need your help。你好。你好。哇，这是海鲜煎饼。海鲜煎饼，老板，我想要请问就是。这个不是饭团吗？对啊。啊，为什么是一大碗公的饭？所以我们有穿的这个手套。戴手套。对，直接这样。尾鱼跟海带一起这样拌一拌。我们要做一颗一颗的这个小碗呢。难怪叫做饭团。对。那这个用熟人捏啊。对。要捏大概多大？看你啊，看我吧，我可以吃多大口我就捏多大。对啊，可是我就是建议是大概在那个小碗。哦，一口的。对，一口我做的，对啊。老板，那让我试试看。你可以试试看啊。哦，这个触感鬼神奇哦。好，来吃捏一个看它是。来作为饭团，所以直接可以这样吃吗？对。我有点捏太扎实了，很清爽味道，还有大的东西蹦进来，就我应时应动。其实听说吼，这家店是一个爱的结晶啊。就是当初我们是在国外认识的，后来先生就是想要跟我一起回台湾。先生是蛮喜欢台湾的。对，蛮喜欢，都喜欢。来几年了？大概现在2年半多年。然后就决定在这边开韩国料理店。对啊。等于说哦，我今天吃的真的是非常道地的韩国料理呢。对，有稍微调整一点，但基本上还蛮接近的。哦。对。老板会喜欢吃客家料理吗？啊，对，我喜欢啊。你喜欢吃客家料理？你喜欢哪一道菜？客家小菜。哦，客家小炒。小炒，对，炒一炒里面有干鱿鱼啊，一个豆干。对，豆干、猪肉啊，那个绿色的东西啊，好吃。那有想过客家菜可以跟韩国菜有什么一起新的东西吗？哦，这个我需要研究一下，设计一下。对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娘，谢谢你们。那我继续用餐。其实也是4包种客家料理，嗰种人就是那木瓜板，去按到客种嘛，唔单止抢小街客家的东西，人哋身边的文化啊，像下家己体验味，去体配的经验。
当初吃饱饭都紧，去的一太强都唔对起来的。拄好看到一个牌的苗栗大闸蟹，但拢唔知啊苗栗有收大闸蟹，唔是真是也该，还去落去看下先。大哥，拜师，还得请一个养蟹达人，你知道黑曼你吗？应该就矮啦，还勇哥，还矮啊。你只有养蟹达人啊？比懂独立啊？勇哥吗？勇哥唔好，还阿敏啊。啊，系啊，今天做乜嘅啊？啊，你留个水槽，有摸海见的咧。地边拢有脑海有摸海，嘿，有大闸蟹，嘿。刚才做嚟天养存天数冇？做得啦。啊，刚刚用嚟做啊？两个就按现在留意，两个水槽来出来，像你一投起来有嘛？全部拢会流起来啊？啊，流出来，流得顺便啦哈。这就搞半咧，啊，流出去嘅。哦，等下你水槽流出来哈。因为这个下去剪好，有安尼流。唔係得摸海剪呢，攞海去甲剪呢？剪下去帶下個要很嫩拍嘅形樣啊，叫佢食嘅。啊，侬唔介意就粗料啊，啲帶下就好咯，就流起來咯。做唔得咧，做佢剪起來嘅時間叫佢沉海叫佢免得被發酵會有阿摩尼亞，佢摸海就會小體，做唔得。哦。咦，懂未？懂槍，曉得咯，曉得未？嗰度我嚟做堂主嘅。我一般係屯打工。安尼流了差唔多流脱咧，安尼流脱了後，安尼就是做嗰樣嘅飼料來俾摸海。哦，用嗰人也好做乜嘅？然後我哋準備叫俾摸海食嘅東西，安尼來刷嗰樣嘅黃埔、南瓜。甜面嘅話，人哋都係飯瓜。你會講飯瓜，炒客家要講飯瓜，我哋會講黃埔。黃埔，有好多嘅合法。啊，以前咧破開兩條塊刷，一條膜嘅，啊，有時咧切開來嘅，就兩嚿喎。因為你看到黃埔嘅石油嘛，按黃當家。伊是攞一夾嘅蟹黃油嘛，干魚素煮完嚟食，係薄係正。係落到半來，嗬。拿哎呀，我按你拿。啊哎呀，係咋？係有隻嘛？夠滿啊！係較滿啊！這些飼料全部都按你天然的。天然的，係啊，從有機的大閘蟹。哎，生態養殖裡面絕對做唔得用抗生素啦，就創造唔得。從條白葉咪注入有作去醃嗰樣嘅。抗生素啊，就是西鄉嘅抗生素，嗰個帶奧辛，你不然你夾邊地方都熟螃蟹有嘛，全部都講冇問題。按你就直接拿一米就做到了。啊，還有膠料嘅飼料度哈，還有保秀老嘅飼料，作為飼料，裡面還有放什麼微礦物啦，這些東西。哦，居然你也要一句話，錯，有點療癒。你看那個靈感調嘅時間。你看，比如順便看底下山坡身上米腦海。啊，做乜嘅按你來撈咯？像有貓啦，或者說食蟹獴或者是啦，丟嘅啦。食蟹獴，乜嘅係食蟹獴？就是像果子狸類似這樣子的啦，果子狸也會吃啊。哦，要這樣，睇下佢。誒，是東西。哦，他要攻擊我。下最頭人哋咩睇流嘅醋嚇，你就按你啲煎下嘅醋嚟食咧。哦，用嗰個牛腦海嗎？哦，高價。哦，爽嚟啦，誒，係嘅就太雜嘅吧？係太雜嘅。啊！好痛！好痛！它會刺人啊！它會刺人，它的腳會刺人。啊，牛肚就空送給你們。係啊。哦。所以因為工作多了下，係啊，喺盡力上樹嘅下咯。佢是做嚟上樹嘅。係啊，上樹嚟食摸海啊。哦，食摸海。係啊。係其他意義咧。係啊。哦，格落去。即係喺人哋頭到牛嘅嘛？唔係，因為啲摸海係除非成捉起來，打喺牛嘅係失望的，因為不用蘸洋雌黃油嘛，不用用鯰魚吐沙，闖嘅多嘅東西油把它拉掉，才會乾淨，這樣會是好食。所以說，安尼要用它，安尼來腳把它裝起來。有，哎呀，安尼咱做起來，做輕點的熟嘅，又去夾起來，哎呀，才1拳、2拳了後，安尼哈，哎呀，這樣對動，對動，哎呀，安樣來，然後佢裝起來，好，哎呀，搭起來，好了穩來，搭起來，
我这，莫这。用个数字来金的，我试着认真的位哦。哦，对待下。嘿，走，嘿，还是点呀，哦，才亮点。像那个，好多一種哦，標燈嘿，錯，係啊，又要拿塔起來，係標燈就做個標燈呢。來塔起來。好，那箭，安尼。哎，那箭團來。哇，係中誒。耶！中上位是脑海耶！对，哇，呀，海不用来中。海不还要把它夹给膝盖用的打开来，大一点，哎，对。那边还没卸。对，可以，那可以试一下。偷吃可以吗？偷吃可以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把它掀盖，这个盖子从这里。哦，这个都是蟹黄吗？啊，对，蟹黄。哇！打开来以后有没有？我们这个鳃不能吃。好，蟹嘴先把它压掉，不要。哎，现在可以吃啦。这个就可以吃了。对，你吃。你看，那个蟹黄的色笋，跟个反瓜的色笋相同。我期待好久哦。期待好久。啊，因为他唔过唔就是讲他大隻。勇哥，来中村底下按到奖牌来来嘅。天啊，还辛苦你咧，值得了。值得哈。那个蟹黄真是唔会差。勇哥，按唔给时间，我会开始修脑海啊。都拿机油嘛，就讲所以讲大闸蟹等我说有没有碳氢的哈？因为你带转了，还记不呛还吃一半，吃过一半他就很好食。嗰個單人有嘛，係本樣係會做伊難料伊感有嘛，一買就買四五十隻當來食。即係講係講那好食的嘛，都買退休的有嘛，係那個小本色，自家提啊，就拿到背後修嘛。就跟多位嘛，你吃米啊那樣回事啊，就開始就有販售嘛，慢慢的知名度打一個。哇，眼淚！勇哥現在會變成養蟹達人，都是從愛開始的。哎，對，因為去改在好食，就來輸給。哇！草本日同勇哥生腦海是啊睇牙的，連起眼睛都睇都冇水，所以也係已經係講你走順條的啦。睇個湯愛上癮，都望真香。睇條粉了的意義啦，係感覺吼，條粉係一個浪漫的地方。當初條去食咧韓國料理，條家娘結婚以後啊，因為條家佢中意台灣，所以搬來也係把間自家嘅料理帶過來啊，係佢饕餮韓國味哦。後來因為養分認識了勇哥，係倡議帶眼用嚟修大閘蟹。哎，冇人樣地，原來勇哥會修大閘蟹，還係因為伊自家食的好食，是不是很有愛？哦，我感覺吼，生活其實幾單純，尤其係臨暗嘅時節，同勇哥傾話題嘅米腦海，我感覺其實只要踏實地做好每一個事情，認真地對待生活嘛會更有意義。好啦，今日我一下還有行程，還有下一站要去，係今朝嚟出發。